每月風水貼士：農曆1月，西曆2月4日至3月5日。正東，本年正東為8白土，本月正東為6白金、8祿雙魚，既利財星，亦利升遷。東南，本年東南為9子火，本月東南為7赤金，火金交戰，而不利肺、骨、氣管，宜放一顆石化解。正南，本年正南為5黃土，本月正南為3碧木、3午空星相遇，宜放一木口，泄土制木。西南，本年西南為7赤金，本月西南為5黃土，金能泄土，泄弱病星，可再加一杯水利財，效果更佳。正西，本年正西為3碧木，本月正西為1白水，水生木旺，生旺爭鬥，宜放粉紅色物件化解。西北，本年西北為2黑病符土，本月西北為9子火，火生土旺，生旺病星，宜放一木盒及一杯水化解。正北，本年正北為6白金，本月正北為4祿木，金木交戰而不利筋骨、手腳，宜放一杯水化解，且有利文昌。東北，本年東北為4祿木，本月東北為2黑病符土，木土交戰而激怒病符，宜放一木盒，泄土制木。中宮，本年中宮為1白水，本月中宮為8白土，土克水而不利泌尿系統，如腎、膀胱，宜放一木盒，泄土生水，且亦有利財星、桃花、人緣。